根据统计，全台湾糖尿病患者已经超过255万人。这几年有少年化的趋势。为了要响应14是世界糖尿病日，糖尿病学会将出动一台巡回车，要在高雄6个地区巡回，协助民众量早发现糖尿病，也提悬对糖尿病照护的知识。如果是我们餐后2个小时，我们正常值的血糖是140，所以我们今天先测到2个小时的一个血糖127，是在正常标准之内。护理人员摕血糖监测机，那替民众测血糖，那解说使用方法，还有血糖速度。这几天台湾人得到糖尿病人数提悬，嘛有少年化的趋势。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发起保庇车的巡回活动，第一站来到红沙，和民众会当免费检测血糖，来宣导糖尿病知识。提早知道他自己有没有糖尿病啊，有很多都是不知道有糖尿病，包括我自己。我们今年谈的可进性的一个医疗尤其是在糖尿病的一个照护部分，所以希望能够到达几个比较偏乡的点来进行糖尿病照护的一个宣传，跟糖尿病的一个筛检。糖尿病是个人10大死因的第6名。根据健保署数据，为2018年到2022年，糖尿病就医人数成长14%，去年已经超过255万人，其中也未满60岁，大约有83万外人。加上人口老化，未来糖尿病患者会愈来愈多，目前敢来当提早预防来控制病情恶化。100个大概就有11个，我想成人哈，但是在高龄者就是65岁以上，100个将近有30个所以它绝对是一个不要说是一个少见的疾病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见到的疾病。这台保庇车伫初一开始连续4天会巡回到高雄、较偏乡，包括基顶、大树等等的所在。未来会一路往北不驶，上尾站就是台北。透过巡回宣导，提醒民众爱注意糖尿病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